要白米个人也吃嘛，伊那好的包是把米是不少个人比拉米呢，有么叫啥多了会要的个，米个人也吃个买几千的家米啊，米吃苗嘛买几要上山去路，然后你都话那路好，有么叫啥多了会在路叫路点来讲嘛，米这里头好像叫那路，俺那提高了叫个路，然后你都话那路好个人都米啊。那么话那路是怕米是不少个人比如，我带么个米都考得好，我上年那路嘞，个人杀球嘛，也许个里面票好呢，个人杀球的拉得嘛哎，个球比的拉得嘛哎，提跑之前呢比那他们的拉得嘛哎，个人都米啊，那么呢没小一件那路可大，上怕米和那么些个人比如，俺那个 video 都提现在都好。个人很多对面，那么要那乱说话面，那少个人讲得俺们路比路，阿妹，就什么都你那个了啥路个，你都叫了那好，哎呀，常要靠买就啥都那路嘞，个人啥车嘛，伊那每样天比拉米呢，面这一道靠，天的个呢，还有个么面，这就是不天啊，要啥地呢你好嘛了。个上盘面阿面路家吃嘞，上盘面阿面路个人小嘞，上盘面呢我个的阿面路阿长家苗嘞，不长没了。哎好，你那个忙着粮给他们，忙着粮为呢那个嘛的，你都得啊看着你好吃的两个叫嘛，忙面是的面个人家吃嘞不长没了。哎呦，出名个人小。哎呦，前面个人下来，二到后到我头那个呢，啊，忙到那都就那家，那么多个不他那表家了，个人下来带么啊，苏当家了来么啊，不他那表家了来那，米呀有后要忙咩，米呀在吃个咩，他们个米呀表咩，米呀白要上表咩，米呀俺会读表嘛，俺下读表嘛，俺好调票米呀表咩，俺不啥米呀表咩。米呀，后路讲讲米呀表妹，后路讲讲米呀表妹嘞，个个不成那表来苦咩了？哎，个么啊米呀后忙咩嘞？今朝讲讲咩嘞？家吃个，家吃就吃么个？不成那表来咩了？个人笑了，后来那后路咩？那个嘛个会读嘛？那个嘛个笑读嘛？那个嘛变的啦，米呀变咩个嘛？好票米呀表妹，我妈个老表米呀表妹，我妈就啥都接不来米呀表妹，我妈是个米呀表妹嘞，哎后不成那表嘞哎咩了，阿妹，个老小嘞小的，但米呀好吃半的啦，好吃半的啦，好比啦的，带下个么啊，不成那表嘞我就，苏当嘞的哎么啊了，不成那表家了嘞哎咩了，送到地道都蛮好看哦，阿木到个路面都啊别大家了。上盘面呢没个得，上盘面呢没个得，全变了嘞么？上盘修克里没吃好带的个，你还白等好了毛呢么？那我等好太多么？那就好等好了么么？可来西等好了么么？穿俺黑个好比讲么？去对了么呢么？来么些？啊咯，啊个家有呢，一住呢个家有比别人呢，个那么好比多的么嘞？啊咯。将来比哪里买点些，一桌大干嘛抢买点些？一说呢，我让你把个马狗鸡吃了，后头啊抢狗苗来毛买了，阿妹，会呢，他那骗过第七手家了，马别的米样，都吃来买，都吃呢，来，我老爱买了，提到你到送到一道提到我都吃来了。俺到提到那三两第七收家了，家球讲大了都吃来买了。过到提到那不就俺那不到阿母到帮到个好表家了。上礼拜个什么面呢？么个的全没了，就了全加苗了，哎买了。伊那家球什么有体验啊？也地呢？你那会。到面到旁边谈个那第什么面喝过个人讲呗，也吃来没？他那便宜，刚结束到个期末家了来买了，要白到
你到提到那么多个不成那标价了，送到提到阿木到多个路面都别大家了，遇到提到他那别个地区收价了，我到提到沙兰地区收价了，过到提到阿伯到木到帮到个好标价了，到过到有没排队要你家说能该样个到别，好用对吧？明这都考这个哎呀，你用来从那样个面呢？这个么个头呢？这个么个个呢？好有你头俺那么去讲后面你叫咩了？他们那我说人们两个讲嘛。到过到那啥就是要别到都嘛年纪那老米样就吃来么啦？接触到来都嘛年纪米那那个爱咩了？都年纪，俺别接触到来么苦啊？接触到来我叫都嘛长年纪都嘛年纪长那个接触到来，他国家吃来咩了？都嘛长年纪长那个要别到，你到提到米也出名，我说了不成那标价了，个啷下哦？我想俺叫啥么就毛破那个中间咩了，不他那表来俺叫送到提到说把面来么个的从别鸟来咩了，俺到遇到提到说把面都吃哦，俺到提到家抽奖打都吃哦，过到提到上来拍个面个的面来么个的从咩鸟。猪鸟，家苗来咩？同埋，伊喏，家就是不用啊，要是第呢，你来回，个讲大了就个，和个拿开，也个要拿回答，说怕面个啷比如，阿妹。